中大醫院公布一系列服務收費調整，唔少項目咧係減價，除咗價錢更合理，透明度都高咗。我作為中大醫院董事咧，有份推動呢件事。我認為對市民咧有3個好處。第一，收費更貼近市場水平。今次減價嘅1000幾個項目中咧，涵蓋檢查啦、化驗同埋打疫苗等服務，主要係拉近同其他私家醫院嘅價格，令到中大醫院咧更有競爭力之餘咧，保險公司亦都樂意鼓勵投保人使用中大醫院服務。醫院下個月咧將會推出第2階段嘅減價。會涵蓋更多嘅醫療程序，例如係婦科啦、骨科同埋化療等，令更多嘅服務價格咧更貼近市場水平。第二，提高中大醫院還款能力。中大醫院咧係本港其中一間非牟利嘅私營教學醫院，獲政府咧貸款40億元，因為未轉虧為盈，年初咧向立法會申請延遲還款。希望今次收費調整咧可以吸引更多市民使用醫院服務，提高醫院嘅收入，盡快咧有能力還款。第三，提高收費透明度。我一直咧都推動提高私家醫院收費透明度。中大醫院嘅資金咧有政府支持，有社會責任咧帶頭做好，否則咧會令醫療保險咧不斷加價。有能力嘅人咧都要返去公營醫療系統睇症，對大家咧都冇好處。政府明年將立法提高私營醫療服務收費透明度，包括規定私家醫院喺做手術前咧提供費用預算，要呈報同埋公佈過往費用同埋收費嘅統計數據等。中大醫院咧可以話係起帶頭嘅作用。香港人口老化，今屆政府咧努力推動醫療改革，更好咁運用醫療資源，公私營醫院咧都做好分工，對大家咧都有好處嘅。請大家留言分享同埋廣傳，多謝大家。